你刚才我是啊，我陈列主，你是网红对不对？你才是网红。啊，我该咪买在吼，啊，冇该咪。摕着猪吧，我来报看麦。阿姐，啊，你啥？你请你还是食？啊，西亚艺术配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知。对，亚米。阿爸长，来吹只鼓。来吃我长啦！这是咱岛的面筋。阿嬷讲，出来卖面筋，就是爱回馈大。注定啊。可以吸。你敢是弱势团体？啊，我哦。大树就是底路啦。新年快乐！今日的真欢喜来到咱岛南的田径场。今日有啥物活动呢？你看现场这么热闹嘞，是咱岛南每一年都会举办的年货大街，大家进来哦。你敢知影我是啥？我知道啊。我是 AV 人，你敢会记？啊，我陈列主持。有啥啦？你身体无好？我是来记啊。那个上水的厝长，新年恭喜！这是我的麦克风，哦，为什么你是网红对不对？你才是网红。我是台语老厝。好，谢谢。来讲台语。谢谢县长哦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还有生年祝贺，谢谢。咱抽到的是圆圆香，好啊，这安那卖啊？个150，2包150。啊，是，你感觉咱来买这套讲100？是良心庇护农场。这我开2包。好，谢谢。我农场有我们3个啊，我员工有5个人，哦，3个男生，2个女生。哦，了解哦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这会使去甲咱合作的店家哦来使用咱的纽币，这是咱特别提炼的台湾快木 Hinoki 啦，我来品看嘛有香无？真香。啊，头家这我贵人卡买使嘛？哦，这买使摸，啊买使摸机器。啊，我该咪买使吼。啊，冇该咪哦。你讲你的收量会伤高。有比较浓郁的吗？其实咱即马台湾啉咖啡的人真正就多。喂，就是咱想家阿伟。高丽菜猪肉，然后有韭菜的玉米猪肉。过年爱的想家水饺。阿星，无看到阿星。啊，恁是新德。你一般你也买这种大罐的豆油哦，拢会用袂完。无啦，伊的包装拢足高水的。伊的辣椒酱真正的，你也炒面、炒米粉一定爱配这味啦。是因兜的老人客，我拢会去因店面买。有啦，伊伫遮啦。哦，你拢找无伊？是，你敢有听到我咧甲你叫？我吹到啊一条。摕着猪吧，我来报看麦。阿姐，啊，你啥？你请你还是食？这不是安尼食吗？啊。这会使食吧？这会使食。哦。菜市要有加糖吗？下面是阿某放路边啊。什么？啊，西亚艺术配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知。啊，你来甲咱个观众讲一下。西亚野水杯，是唔是呢？去台语内底拢是歹，鸡拢是好的，哦，食鸡。起鸡啊，起鸡。7月半啊，后一句。7月半啊，7月半啊，后一句。 7月半，唔知。是哇，对，亚米，空肉片，丸子，小巧可爱当归丸，赞哦！阿爸长，来吹只鼓，来吹只鼓，来吃我长啦！是恁家干咩？亚米。 Yummy，伊个试过啊你？试过啊，会当食，会当食，会当用，哎呀，会当用，哎呀。阿爸，
你上喜欢食什么部位啊？鸭吧。是头啊，还是脚啊？我较爱食鸭舌。鸭舌。嘿，啊，这只鸭较简单的是鸭胸。你台语拢啥教？爷爷教。饱未？食饱了。你好，我是林。你想要来加一喙无？我无，我是新路，伊是头家的查某囝。哦，头家。大家好，我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玉祥棉织厂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玉祥棉织厂。这是我们家的毛巾。这是咱家的。阮家的面巾。面巾。嘿。啊，这拢是纯棉。嘿，纯棉的。纯棉的。啊，阮阿嬷讲出来卖面巾，就是阮阿嬷讲出来卖面巾，就是爱回馈大家。所以阮1公斤250。所以阮1公斤250。250嘿。啊，有15条哦。啊，有16条诶。再送你1条。对，你抢我话。妹妹，啊你啊卖哭甜啦，你莫去共拍会使无 ？I love you。我食着鸭嘛米露食一套。然后幼咪。鸭树就是底路啦，对吧？帮阮试食这试过啊有吃无？原来是使用频率太高了。没有。啥款？组长你好，啥物你今日要办这个活动呢？因为今年吼疫情真严重了吼，啊，咱真侪社福团体吼，因其实捐款拢有看寡少啦吼，所以咱透过这届吼，甲社福团体吼，甲伊招出来，啊，大家拜答吼，啊，希望大家吼来买年货，啊嘛帮社福团体吼买物件，吼，啊会使吼社福团体。好，弱势团体来过一个好年。注定啊！嘿是。你敢是弱势团体？啊，我吼。那大部分我们在台湾喝到的啤酒都是国外进口的麦，那我们强调的用的是自己台湾的原物料。好嘅，咱的秘鲁吼是当恋爱，当咧恋爱会使啉，也是失恋的时阵啉嘛。谈恋爱的时阵吼，咱就甜甜啊啉吼，两个共喝一瓶。好，啊你若失恋的话，咱就家己啉就好。嘛会使交杯酒。一个人才管啊，嘿。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是手工气泡饮，就是不一样的特调，圣光药水啊、飞行药水之类的游戏主题的药水这样。头家，啊，你敢会使帮我调一杯长春不老的药水啊？对。那恁变新衣，就要变男性要安怎啊？不会啦，对，都变水杨文了。我今日这罐要菜罐啊。菜罐啊。是中华的梨林啦。中华梨林就是爱去食煎粿啊。所以我以前拢甲阮阿妈大做伙，所以阮拢是用台语咯沟通的。台语老厝。公看麦，那会遮尼水？对啊。你来讲，甲我同甲水。妈妈，求救妈妈！我讲这哪会遮水？伊无甲我回应啦。一摆再讲一摆。这哪会遮尼水啦？甲你同款，甲你同款，因为你是水查甫囡仔。金笋靠刀郎年货大街，大家进来啊！进过来你啊！敢有青啊？头家有青无？头家？